台南市议员蔡小薇表示，自担任公职以来，就积极媒合民间的团体，将爱心散播到社会每一个角落。这届结合成大生物科技中心、USR 计划团队的热心公益，媒合台湾第一间合成生物学概念的全营生技公司，向关庙农民来采买100箱的旺来，将分送给东区、各社区甲关怀协会，以实际行动来帮助农民做公益。今天在我们成大生技中心，透过我们陈俊彦教授来媒合我们全营生技特别是从台北下来的我们的生技公司来抛砖引玉，那希望可以来鼓励我们的果农，那在我们关庙来购买我们的凤梨。那小薇也透过这样的一个资源呢，媒合我们在地东区的社区发展协会，还有我们的里长，让他们可以在关怀据点或者是长照的据点里面来分享今天这样的一个凤梨美食让大家一起相挺我们的果农。我们这次的活动其实非常的临时，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中研院非常优秀的新创团队全营生技，在我们跟他提出说，想跟台南在地去认购凤梨的时候，他们马上义无反顾就说要赞助我们。然后另外我们也非常感谢小薇议员，其实在跟他接触这件事情只不过2天的时间，他就在百忙之中，然后就说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除了帮助在地果农，又可以把这些东西分给所有需要的社福单位，然后所以才会造就今天这个蛮成功的一个活动。所以我们在这边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也希望藉由这个活动有一种抛砖引玉的效果，能让大家未来能够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那我们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我们全营生技这次也非常的荣幸，很开心可以参加这次的活动。那透过成大，我们跟成大是有做一个藻类高质化的研究，来研发虾红素、叶黄素跟藻蓝素相关的产品，这样。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知道有这个计划，当然我们也非常的荣幸可以做这个回馈社会的这个慈善的活动。受赠单位包括新世代社会福利关怀协会、台湾普利关怀协会、台南市朝日兴盛会以及各社区发展协会等，总共12个单位受惠。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